讲到进前呢，受到这风台小连续吞打的南投仁爱乡南丰村东干山，顶一日下晡呢又搁开始放落，即寡土石啊放落来，也甲这溪流塌掉的，变做是一个潭仔。这个潭仔若准放弃呢，才有可能影响到这水尾安全。当地里长也伫咧表示讲，这部风务又搁伫咧放山，会赶紧找相关单位来讨论，看要安怎处理会较妥当。大片土石伫山壁安尼出来，土粉洋洋飞，这景象是真惊人。20日南投仁爱南丰村的东干山，民众看到迄条即款的场面，讲这场面是伤惊险啊！因为现场山壁真惊，加上土石真松软，一直到2日，拢要落石放落进行。当地村民讲，连续几若风台影响，或者边坡土石真无稳定。下雨下太多，崩下来，累积一直积到现在，没有来签啊。本来就土壤比较松嘛，松垮嘛，对面没有人开发，它自己滑下来啊。当地村民竟然烦恼讲，放出来所在伫梅溪下游的东干溪，这河道本来就无宽，也个土石继续一直放落来，强要甲规个河拢塌掉咧，形成一个小型的崩山湖。那继续一直安尼积伫遐，对下游可能造成影响。现在就担心，就是左边那个山坡，如果土石一直滑，一直掉下来，把那个水挡在那里的话，我们老担心了。垮的面积一直扩大的话，就担心会影响下面的居住的安全了。公所讲，即阵放落来所在是原始的树林，暂时无马上直接有危险，也是影响到民众。要过避免这个崩山湖继续扩大，也伫23来要求相关的单位来会勘，评估安怎整治，确保这个下游民众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